其實當時我哋嚟到南沙，我哋係親手將我哋嘅香港嘅科研種咗喺南沙嘅大地上。咁其實經過咁多年嘅生長咧，佢已經變成一棵樹，甚至變成咗樹林。大家好，我係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嘅朱龍池。新能源製冷啦，其實就係講緊我哋工作嘅所有內容啦。我哋用一種新能源嘅方式，即係唔單止用電能啦，可能包括用太陽能啊、熱能啊、其他能量都好啦，嚟代替電能嚟做成製冷。係一個好激動同埋好自豪嘅事情。我哋今次咧以科研工作者嘅身份參加，從一種側面上唔單止幫到運動員啦，可以幫到服務運動員嘅呢班志願者。今次我哋嘅項目咧係為全運會志願者服務站嘅表面做降溫改造嘅。咁我哋通過一啲降溫嘅塗層啦，係可以平均降到站點表面15度左右嘅。類似呢啲中式嘅地方，其實我哋全部都有咗塗層嘅。就是你們弄了這個的時候，我們平時開空調的次數都少很多了，然後不會感到坐在裡面比較悶熱。我喺南沙其實已經好耐啦。咁其實我喺科大讀書嘅時候，我老闆將我哋嘅實驗嘅裝置就放咗喺南沙霍英東研究院，所以其實由2011年開始，我就已經要經常往返於香港同埋南沙兩地。最開始可以講啦，冇一條好嘅路，咁再經歷咗一段咧，係南沙開始有整咗好靚嘅路啦，但係路上依然冇乜車嘅。咁再嗰段時間咧，就而家就會變成咗路好靚好大，但係車就更多。科大嘅呢班同事係算係南沙嘅科研嘅開拓者之一啦，所以我哋其實對佢感情好深，就係其實我哋自己係唔單止一個乘涼者，我哋其實自己都係一個種樹嘅人。我哋而家喺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工廠嘅倉庫啦，同埋我哋今次全運會嘅項目嘅塗料嘅生產都係喺呢個工廠入邊完成嘅。但係我哋需要揾一個離香港近嘅地點，因為我哋研發就算以現階段嚟講，我哋都有大量嘅研發工作喺香港嘅高校入邊做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係一個可以方便交流嘅地方。所以南沙係一個非常好嘅地點，令我哋嘅技術可以更快咁變成產品啦。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喺2007年落戶南沙，致力推動香港科研同內地產業化深度對接。截至2025年底，累計獲得各級各類科研項目1131項，帶動總投資超過18億元人民幣，為超過350家國內外企業、高校同埋科研院所等提供關鍵技術攻堅同技術優化升級服務。測翻啲我哋嘅污染物嘅水平。佢首先係非常之負責任啦，佢對好多事情嘅細節方面咧，佢都會親力親為啦。全運會項目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最好嘅展示平台。咁我哋都依託咗霍英東研究院呢個平台啦，同我哋形成咗個對接咁樣。咁我哋都係經過呢個賽事，我哋發覺我哋嘅產品可能喺更多嘅應用場景有發展機會啦。馬上我哋可能會有新嘅應用場景出現。咁其實南沙已經係一個香港人科研科創嘅一個好集中集聚嘅地方，咁可以得到好多唔同嘅資源，咁可以形成咗好多唔同嘅交集。所以呢個係一個好適合佢哋嚟創業或者嚟發展嘅地方。我喺南沙的日子，我同南沙一齊發展。